就是做指甲的时候，你不是说只要涂颜色好就好，除了涂颜色技术要好，要涂的晶莹，要涂的漂亮，还要跟着流行走，跟着款式走。我学美甲的时候是18岁就开始学了，对，学了2年吧，然后就来台湾工作了。想学美甲是因为自己喜欢，然后来台湾了也一段时间也没有做了，然后觉得如果不做会忘记，很可惜。然后我就找同事啊、朋友啊是要做的，我就会帮他们做啊，就收费会少一点啊，就顺便让自己的手势就不会退步啊，对。我小时候就觉得我指甲什么很丑，然后一直讲不长，然后就型也没有，因为你不会修，你指甲本身没有型，不会修就会很丑。然后我一直跟妈妈说，妈妈，我长大我要去学美甲，我要去做指甲。我自己的指甲是我自己做的，对，也是我自己修，然后这个手给这个手修。然后修到后面就习惯了，就自己用。我还没怀孕之前，我还有自己做脚，现在没有。Tôi tên là Trần Lâm Anh. Tôi đến từ Việt Nam. Hiện tại tôi đang sống chung với chồng và con ở Đào Viên. Ở Đài Loan, hiện tại tôi đang mở tiệm làm móng và gội đầu dưỡng sinh. 这个动作是把那个客人的边边角角的死皮给它推起来，等一下才比较好修。那有一些客人感觉他指甲很像被抱住，没什么指甲，其实是因为被死皮抱住了，所以那个指甲型会没有出来。那修这个指甲的型会比较漂亮。我替白来做，感觉怪好，很仔细，他做了很棒，请会做。因为他的涂的这种指甲油是用剥落的那一种，一般我是唔会擦安尼指甲油，我去上班，我办肉粽嘛，我这个就会保护我的指甲。等一下，我给你涂那个透明的，然后保护指甲，可以吗？好，谢谢。不会。伊做的啦，外面做的无重要，真紧到外面的无重要，所以老杯做的吼，我要夹，老杯剪的不痛，叶米剪的无感觉不痛，很舒服，好像没有。感觉有一点压力。你工作用这个型比较好，因为它比较不卡，方形它比较会卡。就是客人来的时候就会看客人的手，就是原来的甲型是怎么样的甲型，是圆的还是平的还是尖的？那你看只是你的判断，但是你还是要问一下客人，就是要。你要圆的吗？还是你要尖的？还是你要那个平的？然后客人就会说，然后我们就照着客人的意见去做。像我帮这个客人的话，就是比较简单的，他只是上一般的指甲油，然后来卸一下，然后修皮，然后他只是简单的上一层保护的话，可能1个小时就做完了。对，有一些客人他来的就是有那个光疗的，就要卸比较久一点。然后有一些还要造型啊，那就可能大概2个小时、2个多小时跑不掉。但是客人都知道，因为
他做习惯了，他都知道，他要做的款式是会多久这样。所以可以留长，但是工作不好留长。现在不行留长，要工作结束。你要帮忙吗？老婆，做完了。对啊。好啊。那你要用袋子装这个还是？我袋子打开。你要袋子啊？好 ，OK。走楼梯下去就好喘。要运动，要运动。不过怀孕有差了，怀孕会比较累。我忽然发现，我们这个是真的要慢的，因为做完这袋子就没了。没有，袋子还有很多，但是真的吗？对啊。我们现在在装这个是我们的无毒防虫产品，这个是蛀虫自习剂。我们自习剂进来之前，就是真的本体进来之前，这个它必须要有说明书，我们的 DM， 然后还有名片，然后里面还要有针筒，这个要灌注的。要用来灌注的，然后还有一个尖头，那这些配件必须在出货之前就必须要装成像这个样子，所有的配件都在里头。那我们到时候要出货的时候，只要把那一罐直接放进来就可以快速出货，就不用等太久。我的行业本来一开始其实我是全台湾第一个卖蚂蚁的，全世界第2个。那我是台湾蚂蚁达人，然后就开发出了一些都用中药的一些产品，所以我就用这个理念，然后把它转化到用无毒防虫这一块，所以我的产品大部分都是用天然的东西。这里以前是生态馆，所以会做生态导览，里面有很多的模型跟电子导览这样子。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关闭，一直到现在。我只要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就会上来问看我老公在做什么，然后就会帮忙看看哪里有些东西要做，或是没有工作，我就会整理。对，有的话就会来做一些这样子的工作。这个是什么？退货。来，今天这种自习剂啊。对。我们是用那个，因为环保用。的便利商店的老板特地会帮我们留冰棒盒。对。因为环保、生态、无毒，我们推广这个观念，所以我们都尽量能够跟人家回收盒子就回收，重复再利用，不要说浪费。刚开始认识，知道他做这个也觉得很奇怪，也很特别，然后也有跟阿姨他们来过这边，然后参观，然后看他了解他的工作。我也不会去在意这个，他做的工作能不能养家或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工作赚钱，不一定要靠一个人的那个工作或是什么，对。所以我就没有想这个问题。对。好，这些包完了。我来台湾就是4月来，7月份就认识他了。当时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精炼能干，有福气，有人缘。那是我的心目中的仙女级的等级。就看得很喜欢。因为呢，我刚来，我的脸长得很多痘痘，我觉得那时候我特别的丑，因为就是刚来水什么都不适合，什么水土不服。就是
然后他就会说，哎，我朋友有那个擦痘痘药啊，要不要就是借钞给你，就帮你看一下脸啊？那你拿这个药去擦，然后你加我赖啊，你加我赖，到时候我观察看看你的脸会不会有没有就是好的程度是怎么样，对，就会加赖了，对，很像被骗到了，就这么好骗？就每天都拍给他看，然后他每天也都会传信息什么的，对，然后就慢慢的每天都有联络这样子，慢慢的开始，对。那我对我自己有几点自卑，就是我是离过婚，我年纪大他很多，然后我有2个孩子，再来我个子矮，我长得不好看。对，我对这一些的有自卑，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他其实不接受我也是应该的。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没想到他居然主动约我。这是妈妈下午要煮的吗？应该是。对，他的锅盖。哪一个？锅盖在那边。我微波这个哦。好。里面还有那个田鸡啊！我现在在做中餐，因为等一下我们老婆要去做产检啊，那她不吃的话，等一下会想吐，所以我们就赶快先做，随便煮一煮啊。一般平常时也是中餐在煮的时候都煮的比较清淡。老婆怀孕这段时间就大部分我来做，因为我老婆其实现在是挺着，不然她应该是很不舒服的。我来这边，然后我才开始煮，因为我平常以前住在家里或是在阿姨家，也都不是我煮的。对我来到这边才开始煮，那我就观察公公婆婆的口味跟大家的口味，然后就看我老公怎么煮，我也学着跟他煮。姐姐，弟弟，来拿碗。几点了？11点半。要叫吧？要叫老公我妈才吃吗？还是我们先吃？去问阿公阿妈要不要吃饭，他们在睡觉。妈妈说，妈妈放一锅饭在那边保温3天的，忘记在里面。3天哦。哇，它不坏掉了？应该没坏才对，现在那么冷。没有坏。那个时候就会，因为他有来过我们家，就是一起出去玩嘛。然后我阿姨就说，你如果要了解、要知道的话，那就是要给他常常来这边跟我们。就是有来往啊，偶尔约出来，你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有没有诚实，有没有真心对你。那个时候就才开始，我们才有来往，越来越多，就是约出来。他做任何事情都很贴心对我了。其实我来台湾，我每次生病，就是刚来后，然后跟他认识的时候。我每次在医院都是他去带我去，然后照顾我到最后，不管他有没有什么事情，他都会先跑去，就是先跑去看怎么样啊，带我去医院这样，然后让我觉得，这个人可靠这样。过烫，没有过去一点。这是我婆婆。我公公还在楼上，等一下就下来了。请坐啊。还有一个成员你没有介绍。摩吉。对，那是我们最小的儿子。摩吉。爸爸。就给这个。来吧。你要给哪一个？谢谢。吃饭。弟弟，发挥实力，不要有剩菜哦。我帮你的蛋吃了。是。
我听我阿姨说，其实我妈妈她也不喜欢，她也说，哎，为什么她有这样子的小孩啊，还有这样子的过去这样子，你怎么会给她认识这样？然后我阿姨有一次回去越南，就会跟我妈妈说，哎，那个其实那个人有那个缺点，但是他很好，他很会照顾人，就是也会跟我妈妈说，让我妈妈放心说，哎，阿姨是有在看他的，不是说我喜欢阿姨就愿意的，可以说是阿姨说服了我妈妈。对，像这样子，因为他很关心弟弟最近怎么样。我们林英哦，就是跟我们这样生活哈，我也知道他从渡海到台湾这边来啊，他是还好有阿姨在那边，他是在这边工作了，大概是5、6年后才嫁过来嘛，啊，就是要适应我们家生活，我们这家生活又跟一般人家的生活，说实在还是会不一样。我是觉得说，我算是蛮先进的、蛮开明的一个婆婆。如果说婆婆的话，应该是这样嘛。你说婆婆嘛，我也很想传一个婆婆的价值出来，但我不晓得那婆婆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只是有时候就会像妈妈一样，我反而倒是跟我媳妇比较会讲话，知道我心意。对，我们现在是要去做产检。这个时候有违规都被录到了。我自己会紧张，我是因为是第一胎的关系，所以很紧张，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流程。这一经就是很累，然后不想吃东西，但是如果太饿会想吐，但吃东西又吃不下，对，就饿了就会想吐，但不想吃东西，然后身体觉得很累，然后很想睡觉。然后吃东西常常觉得没味道，明明自己很喜欢，可是吃的食之无味，很可怜。3069，在这一次再一次当爸爸的感觉，还是会紧张，紧张是新鲜的，但是经验是有的。所以说碰到很多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心里有数，因为经历过，但是不同的人，那就是当然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第二次，然后这一次是很重要的，因为医生说这一次是要看那个胎儿有没有心跳，本来是前一个礼拜就到就是要看了，结果我们看错日子。所以就变成改了到今天，所以晚了1个礼拜，所以我蛮紧张的。然后这几天又不舒服，所以要知道胎儿有没有心跳这一点。你宝宝的头，已经那么大了。身体，手手在挥，脚脚在动，有看到？为什么那么大了？对，所以它就这么大了。所以我们上次在说那个周数好像要重新修正，不过看起来它应该有跟你该有的周数都起来了。对，所以
也许是上次是角度的关系。 8周吗？心跳172，哇哦，很活泼。所以上次也许是角度的关系，我们不是说那个胚囊不是正圆形的东西，换角度量数字可能会差一点。不过要感觉到胎动，大概要到17、18周左右才会感觉得到。哇，好大了耶！所以不是只有心跳而已。对。你说小朋友喜欢男女的，男还是女？我喜欢女生，因为刚才我老公也问说，你看那个男生他这样跳，如果是女生的话，你会觉得他很皮吗？我说也还好啊。我一直以来都喜欢女生。嗯，我老公是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嗯。回来了。欢迎回来。他的检查都怎样？啊，这一次出来，头、身体、手脚都有了，还会踹。应该很高。哦，这么快了。这个是手，2只手。这个3点几公分而已。哦。但是已经会踢了。对呀，有看到。很活泼哎。呀。我怎么感觉像男生？其实男女都好。不是，他太活泼了，你看脚。没有，他长得像林英啊，长得漂亮一点。如果女的，要是长得像林英啊。今天是第一次听到那个小朋友的心跳，就很惊喜，对，就开心，对，就也放心了。上一次进去虽然是一个黑点，可是没有心跳哦，就是一个点，对，一个黑点而已。啊，这次去之前那个点这样，今天是这样。今天是看得很完整的。对，所以很惊吓，怎么可以这么快的速度成长那么多？而且都该出来的感觉都看到了，很神奇。哦，那这样啊，平安就好。然后终于有妈妈手册，好看。好久没有看到那本。你这个妈妈手册跟以前比起来好看多了。哦，那这本又是什么？这个是孕妇健康手册，好好看。比以前的漂亮哈。哎呀。来了。来了。起床了。好，这边等一下你要换鞋啊。好。做什么？今天你画爱心好不好？好。一样用这个透明的这个来画爱心，看你画得出来吗？多大？这个地方嘛，然后就画小小爱心。一个就好了吗？你坐这边。你画画看爱心有没有比字比较难画。这是我女儿，她是20岁了，就是我先生的，对。但是我跟她的感情很好，用力一点，对。就是手做的多少都有一点兴趣，因为就是觉得动手实做很好玩啊，所以就是有机会就碰一下这样。然后也可以这样子，里面不用涂满，然后就是交叉这样子。我现在在嘉义的南华大学念书，通常就是有年假才会回来。妈妈最近身体还好吗？昨天吐了。吐很多吗？就是刚吃饱就全吐了。就是刚开始见面的时候会尴尬，就是有一点不习惯。然后第一次听他们叫妈妈的时候，也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啦。对，那个是要慢慢自己去调整。对，
那时候是爸爸有先在家里给我们看过照片，然后就觉得哦，那个好漂亮哦，很喜欢。然后之后爸爸他们开始交往，就我们也有在旁边，就是我们有看到那个过程。之后第一次见面就，哇，本人还是一样漂亮。哇，本人没有像照片这么好，哦，很漂亮。我看看，还不错，但是真的有抖。心动。那时候会想要留下这个漂亮阿姨呢，是因为那时候爸爸就是感觉爸爸真的很需要陪伴，然后爸爸也很喜欢这个漂亮阿姨，所以就很积极的想要留下来。我跟妈妈差7岁啊，我们之间相处的感觉比起妈妈好像就是什么角色，朋友、妈妈这些，有时候就是各种角色都会出现啊。那时候有想到，就是如果一直叫她阿姨的话，感觉就是把她排除在我们一家之外，她可能会没有认同感。所以那时候就问她能不能叫妈妈。以后你用这个点的话，不要给他这么就是1、2、3，对，要就是比较就是多一个亲近的人关心，然后就会比较感觉温暖了。感觉怎么样？感觉我手好抖啊，那个爱心都歪掉。就把东西放回去。对啊，因为很多灰尘。那边还有一个，你把它擦干净，然后拿去那边一洗。有没有看到那边的？有。其实也不一定是每一天整理，就我有时间的话，我就看哪里我觉得要整理，我就去整理那里。就是刚进来的时候，你看到那样子，你一定会有一个想法是要整理的嘛。然后我跟在越南的妈妈聊天，然后我说妈妈，这里很乱呢。然后我妈就说没关系啊，你就看看你能从哪里开始啊，对，啊你能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然后慢慢的整理，一天一点点，一天一点点这样子，对。刚开始哦，就他清查说桌面全部清空，我说不行，你刚来哦，我已经有几年了，是习惯这样子，你叫我都清空的话，我会找不到东西。我说那我们就是慢慢的在磨合啦。以前是没有这么干净，那我觉得也好。以前如果说真的很脏的话，还是会扫，自己也扫。那么但是没有到这么干净。就是一开始我们家超级乱哦，然后妈妈过来之后就开始整个大整理。啊，妈妈特别爱干净，就是我们那时候已经觉得很干净了，但是在妈妈眼里还是很脏的，所以妈妈要求的比较多，对干净这一块。拿一半吗？对啊，因为还有要加那个佛跳墙。有拿到吗？我在越南的家庭就只有我跟哥哥而已，2个，也蛮简单的一个家庭。来到台湾，刚开始住阿姨家也慢慢的，表哥、堂哥、堂弟什么也来也很多。其实我是比较放到哪里就跟着哪里生活这样子，也蛮会适应的，但是那个差别太大，也会有那种司机的感觉。真正的到这边住下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才特别的明显，就是才知道大家的生活方式是这样子。对，我们越南比较不会，就是把感情就是表现出来，就说，我帮你拿这个东西，你谢谢啊，不客气什么的。但对礼貌，反正他们都跟我们的就是差别都很不一样。他们的家庭教育没有亲亲，爸爸妈妈不会跟孩子们亲亲。
对，啊，来到我们家，他们就会看到会。我后来就接受了，对，然后我也学他们的做法。哥哥来打开还是我打开？没差没差。要不然我打开，等一下那一个就不见了。哦哇！这是我先生的哥哥，你好。我们哥哥大伯，大伯，这是大嫂。哎，你好，你好。所以今天应该是回元宵节一起回来，对，团圆，吃团圆饭。年饭。我要用到那么大。哇，我们家有的就这样。来哦。啊，这样啊。好，来呀，阿弟呀，你的碗认呀。来，你的碗。在一开始他们在要谈婚嫁的时候，就多少就会给他建议说，是不是婚嫁可以以婚嫁为前提，那多交往一段时间，然后大家彼此确认，而且在真正的正式结婚前就是一个磨合期，纵使那个时候有不愉快，大家各回各的老本营，休息片刻，大家再来一次，再来磨合一次，有这个机会。但你一旦凑在一起了，你在各回各自的本营就很奇怪了，就很容易造成后续不可收拾的冲突。当初是这么想，不过也很庆幸了，他们就是这一路走来，虽然说也是一路走，一边走一边磨合，但看起来还不错，修成正果，所以真的很恭喜他们。我们讲真的，异国婚姻真正难就是在那个习惯。我刚开始可能是我年纪小嘛，因为然后结婚，然后碰到那些磨合，就觉得就是很大的一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受不了。对，然后我就会大闹，或是会哭啊什么的。对，然后还好有我婆婆，有时候她就跑去跟我说，跟我解释，跟我说，对，所以我就开始她解释的我有听，就听进去。应该是担心。真的有够担心啊！我也想说这个傻女孩傻丫头她会不会葬送了她的幸福？要是我是她的母亲我大概也会反对吧，也会担心。说是我是用这种同理心来看待这个事件啊，毕竟人家没有很少差那么多岁，差25岁。最让我诧异的是，这2个孩子居然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比媒人还要热衷好爱他他们很融洽，就是一起合作啊，就是想说要做什么就好一起做。就是爸爸那时候很担心，就只留我们2个在家里，就是怕我们会怎样。然后我跟弟弟就说，我们2个没有事，就是我们会统一话术，然后去跟爸爸说我们2个没事，他可以安心去这样。安心去约会，安心去约会。我们也没有讲。基本上就是都顺着姐姐，就她做什么，然后就跟着她。他们都为爸爸着想，会关心我们，照顾我们，然后平常我们就是做出很多事情，观察，然后也会观察到我们需要什么啊那些的，就是我们都没有说的话，他也会知道我们缺什么。然后都会尽力的补足我们。撮合你的爸爸妈妈，我也是受到他们的这个感动啊，所以我就渐渐改变。还有林英他自己本身他在这边他就是我们家的切的那一块他都补上去。现在医生不会跟你讲这个。刚才他说他照到才算，他没有说快。这个现在没有准啊，他不敢这样讲，他也不会讲啊。接下来就等到后面就可以开始知道要准备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文具。客人来了。Hello， 你好，新年快乐！我又要再来享受了。您不穿鞋子？我不穿鞋子。好，这边请进。您今天洗的是这个嘛，1500的嘛？对。对，您今天洗的就我电话中跟你讲。对，好。那我们这边帮我换衣服可以吗？可以啊。对，这边请。
很多客人还没洗过粤式洗发的，就对这个水循环很有兴趣，对，很好奇。粤式洗发最特别的地方在有脸部按摩、洗脸，因为越南人那边很热，然后人家希望洗头的时候顺便把脸也洗了，洗完就觉得脸变很亮，就洗完就觉得很舒服，所以后来才变成粤式洗发，是很多可以有肩颈按摩啊、脸部按摩啊、敷脸啊，敷脸就是有敷面膜，然后还有正脸，反正就有一种很舒服的那一种感觉。你最近有出国吗？有，刚回来对不对？刚回来就会去找我了。这个姐姐是客家人，跟你们一样客家人。对。伊咧也落凉快，每次都当香酥，你看就会滴，佢会跟变化头拿、面、肩膀、耳朵，加个疗量嘅方式，老台湾人无共样啊。粤式洗发其实在越南也没有很流行，也没有很红，是后来台湾很像红了，然后越南也红起来了感觉。越南是叫养生洗发，不是叫粤式洗发，在台湾才是这么叫的。对。粤式洗头就是重点很像蛮注重在脸部那里。让皮肤也会变成比较看起来比较有弹性的感觉，对。洗头发的办法也不一样，对。因为佢按专业嘛，讲系比细个嘅话，知道佢当认真都会做。讲台湾咧洗头人冇掂啊，佢做足嘅天天啦，重嘅天天啦，唔管佢鬼头嘅洗头人冇洗面、嘅敷脸，哦，个嘅。肩颈的按摩术，全部按摩，过佢服务当吼，佢做嘅手法吼，当专业。因为刚才我们有把泡泡在这里洗，所以我们要浮一下，给水进去洗干净那个泡泡出来，这样。那要问客人的感觉，对，才知道，对。大部分的台湾人会不喜欢自己的老婆有自己的事业的原因是在于他们怕他们的老婆以后跑掉。那我个人是认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我娶了你，我就信任你，所以我是觉得我是100%的信任。所以说我支持我老婆，那我相信我老婆在这地方做出成就感之后，那至少我们不会产生很多那种夫妻间的那种隔阂跟问题。其实我不敢自己一个人做，我一直以来都胆子可能比较小，然后我就说我学一学，去给人家做就好了，就是给人家醒就好了。然后我老公一直说，我觉得你可以，我可以帮助你，我支持你。对，那时候我才就是足够的勇气来开看，对，这样子。这个就是很多客人期待的水循环，这个是很多客人为了这个来的，因为客人自己讲的。因为有一些客人上班很累，那个肩颈很紧，所以边送温水边按摩，他会觉得很舒服，这样。咁爽快啊！你记落个肩胛骨嘅吼，你看佢安尼按洗澡啊吼，大概力道很对，这是针对肩胛骨的。因为我现在刚开始，我觉得我是一步一脚印，慢慢来。我不想就是打广告，或是现在打广告，客人来很多，我也做不来。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才刚开始，没有很久，现在在这里，对。其实在家里久了也会发霉的，所以会想假日的时候或有空的时候可以往外走，就尽量可以往外走。去阿姨家倒是不会很长啊，就是如果说我老婆想要过去的时候就过去，或是她阿姨想要我们过去的时候，就会看我们是不是手头上没事。如果手头上没事可以过去，我们就会过去。哇，这一家店生意很好哎。按家按人事。嗨，王记早安。OK， 谢谢。谢谢。你不穿鞋子哎？哦，那你làm hết rồi không? Không ai ở nhà chứ hả? Nay vào đâu? Nhân tung si hai bữa không à? Tao làm gì vậy con phụ? 这是我阿姨。对。来到台湾变胖。我刚来的时候，大家都问我，就是阿姨带出去见朋友，然后阿姨说啊，人家都问你女儿，对，阿姨说对，啊，难怪我像你。跟她很像啊。对。我女儿刚好今天上班。rồi để cho táo để là được rồi, cái táo xanh xanh là được rồi. 就回来这里会有不同的感觉了。就感觉回娘家的一种感觉，很轻松，很简单，就我觉得没有那个压力什么的，所以偶尔也常常会来。对。江山，阿公这边，因为我来台湾，我觉得那个台湾还不错啊。然后我就教姐姐他们，因为我在台湾有我，他们比较放心。这样来趟台湾让他们走一走也可以。你可以赚钱啊，可以养自己呀、可以，你不花多可以存一点啊。在云南如果你自己赚也存不了钱。刚好350这样子很便宜耶。250、350、400，很多哎。我原本是不想来台湾的，但是我一来的时候我就想说，不行，如果已经来了，如果被赶回去是不好的。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在这边，就是去上班，在工厂努力的上班。工会嘛。然后那个会计吧。我觉得阿姨回来会关心说，哎，你工作好吗？去上班累不累啊？还是你觉得还好吗？对，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来这边上班很好哎。然后阿姨就说好啊，那看看他们那边还有谁要来啊，就叫他们来，就一直。1个来，然后2个来，3个来，4个来，这样子就一直来，对。在台湾习惯了，走晚了可以出去买东西吃啊。孩子其实最好是在这边的。生病什么，我们都有付健保，那是那在越南看病什么都很贵。台湾的那个治疗就很好。就是我跟我老公认识的阿姨都会知道了，就是什么都会跟阿姨说。好像我们认识的第一天，阿姨也认识我们。对呀。对，我们是几乎就是都有阿姨在。对。对。我比方说，我今天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那一天晚上我就看到阿姨。对啊。然后就面试了，马上。就跟家长面试。其实我没有在意那个，他们过了就是2个合得来，快乐了，就是幸福的就好，那个没有在意什么。他现在怀孕了，我们都会注意跟他讲，就怎么样，也要小心哦。我还没生的时候，大家说不要生了，每个人哦不要生了，不要生有2个，结果去产检，如果是双胞胎更好哎，很多人都这样。生1岁那么辛苦，那么累啊，不哈，生出2个好了。我爸爸也是2个了啦，我说没有1个而已。因为他们说2个好啊。Sao lượng người chén mẻ ăn vậy má? Ai biết ăn hào nãy tôi tính đổi chén mà. Nhưng mà thôi kệ. Ăn chén không lựa chén không có mẻ chứ đủ thôi.
天气变凉了。对啊，变冷了啊。对啊。吴妈妈 ，Hello。我们来拿东西。谢谢。Hello， 嘿笑。哦。好，应该你搬吧？都我搬，你不要搬，你现在不行搬。这是我们的邻居，然后这刚刚搬。还有一个婴儿车，哎，那这些小孩衣服的话，等我有空再整理一下。今天就把这几样大一点的东西先拿去。越南也是，拿一个小朋友，就是拿别人家的小朋友来用，比较小孩比较好带好养，对，也有。可以一次。哦。对，一次可以。好，妈拜拜，谢谢。谢谢，拜拜。谢谢。我觉得台湾蛮热情的，台湾人也很好啊。我来台湾，很像大家都对我们都很好，对。可能是运气好还是什么，一些都很好，一些都很顺利，对。然后我觉得台湾的生活过得也很舒服，就很习惯台湾，对。好，进去了。接下来就是现在的生活，我觉得很满意了。但是我们要准备有一个新生命要出来了，所以我们前面还有很多的挑战要做，所以我们2个夫妻要努力去经营事业啊，还有照顾小孩啊。我觉得每一个都很重要啦，所以那2个一起努力，就是会担心，但是还是要努力做。碰到困难就解决困难。我的名言。学到。对，我很喜欢现在台湾的生活，然后我也很感谢我老公对我的包容。然后接下来，今年就有一个宝宝生出来了，所以我们会一起努力。加油！Thấy không? Mẹ thấy cái tay với cái chân không? Bác sĩ nói cái tay nó còn quẩy quẩy nữa, nó quắ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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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ữa. Thấy không? Cha đâu? Cha mà đi ấy rồi. 妈妈爱你哦，就是谢谢你之前对我们的照顾，然后让我们感受到了母爱，谢谢你。接下来要辛苦你了，又要多一个小朋友。妈妈爱你，谢谢你在生活中知道我需要什么，然后默默观察我，然后补足我需要的东西。接下来的家务就交给我吧。